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日来电会整推双背弄做瑜伽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，一条较长的面包，要长一点，拿皮带或者是绳子也可以，马做对咯。好，准备开始了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抓着瑜伽绳，稍微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的关节，脚可以稍微分开一点，站稳就好，两只脚站稳就可以了。记得肚子都要保持收起来，不可以把屁股推出去，肚子要收回来，很好，肚子要紧紧的哦。好，手分开来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肩膀提高。吐气放下，再次吸气向上提高，吐气放下来，再一次吸气向上，手再往后带到头的后方，吐气放下来。好，肚子要收回来哦，在这里停留，肩胛骨会稍微夹起来，紧紧的，非常好。胸口往外扩张开来，抽得轻后，吸气，下巴一点点的抬高，稍微往上看，手还可以的话，再往后带，手要抓紧毛巾哦。平平的吐气，收下巴，视线看向前方，手往下放下来。抽得轻后，再一次，这一次我们把毛巾稍微往内抓一点点，手的间距稍微缩短，挑战一下，不要放太里面，一点点就好。好，再一次吸气，肩膀往下放，往上手提高，双手来到耳朵的两侧。还可以的话，手再往后带，手肘不可以弯曲，手肘要伸直往上，往后带。记得不要翘屁股，屁股收回来，抽得轻后。好，沉沉的跳，沉沉的吸气，平平的吐气。这一次我们加上侧弯，让我们的肩关节，让我们的手肘往右手边倒过去。好，上半身没有动哦，只有手移动。对，没有弯腰，没有弯过去哦，身体还是一样在正中间，手往侧边拉，吸气回来，吐气往左边倒过去，手可以稍微往头后方，就会有空间可以再往下带。吸气往上，手酸手麻是正常的，加油！吐气往右边，抽得轻后，吸气带回来，吐气往左边，最后一次吸气带回来，吐气放下，抽得轻后，毛巾我们先放在椅子上方，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大手臂，刚刚往上转，现在我们要转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手肘、手腕都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从最末端的地方开始放轻松，好，两只脚一样站宽宽的，双手吸气向上，手掌掌心先两只手都朝向地板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帮我左手转过来，面对天花板，眼睛看向左手。吐气的时候换手，左手盖下来，右手翻上来。再一次吸气转，视线都是看向手掌心朝上的那一只手。吐气。肩膀记得放轻松，不要耸高哦，放轻松。吸气，手肘要伸直，保持你的手指向左右两侧拉长出去。吐气，手没有掉下来，手一样保持在肩膀的高度。吸气，加油。吐气，抽得轻后，
吸气，最后3次，吐气。手要伸直哦，吸气，转头看向左手，左手掌心朝上。最后一次，吐气，转头看向右手，掌心朝上。好，脸传向前面，不用下来。抽得轻后，肩膀转一转，稍微放松一下，往前也转一转，动一动。抽得轻后，抽得轻后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拿着我们的毛巾，双手拉开来。这一次我们再比刚刚抓的更窄一点点，大概跟你的肩膀同样的宽度就好，跟肩膀同宽。好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记得肩膀没有提起来，肩膀要放下哦。尝试让你的手来到耳朵的两侧，很好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往右边的地方侧倒过去，只有手哦，身体没有动，手拉过去，很好。肩膀记得放下来，吸气回正，吐气往左边。好，再最后一次就好，两边各一次。吸气回正，吐气右边。肩膀要放轻松，不要一直出力往上提哦。吸气回来，最后一次，往侧边左边倒过去。吸气回，好，手不用下来，抽得轻后。好，我们拿椅子。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胸椎，我们往侧边去做活动。好，双手撑在瑜伽椅上，双手撑在椅子上，脚往后踩，左手掌压在身体的中心线上，往下压稳，肩膀会在手肘、手腕一直线的地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右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打开，手记得要推起来，不可以缩下来哦，手要推起来，右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推高。好，屁股没有翻起来哦，屁股要压回地板上，放在这里也很好。尝试让你的右边肩胛骨打开来就可以了，右边肩胛骨靠向中间的脊椎，手往上，很好，在这边很好，再上来也很好。吐气放下，左手推稳，右手推稳，左手吸气向上提高，让左边的肩胛骨去找右边的脊椎，右边的肩胛骨靠过去，靠过去，往中间集中。吐气回来，左手掌压稳，吸气，右手向上，记得下面的手要推高。吐气回来，右手压稳，左手吸气向上，往天花板的方向伸直出去。吐气回来，最后一次，左手压稳，重心向前，吸气，右手向上，肚子收紧，胸口打开，右边的肩胛骨去找脊椎，收紧。吐气回来，最后一边，右手压稳，重心压好在手掌心，吸气，左手向上，胸口打开来，肩胛骨夹紧。慢慢的吐气，手放回来，抽得轻后。好，我们不回来，双手扶在椅子上方，脚直接往后踩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背拉长，我们的上背拉长，手要扶好在椅子的地方，背打直，屁股向后延伸，向后推，手完全的伸直，让你的背完全的拉长。大手臂向左右两边分开来，头向下，完全的放轻松。放松不了的话，腿后侧太紧下不来，在这里的阿公阿婆，膝盖弯曲，屁股往后坐下来就可以了，肚子贴着大腿会轻松很多哦。
我们主要把上背拉长，所以腿后侧紧紧的，我们就用膝盖弯曲来取代。下一个吸气，视线看向两手中间，手推稳，让重心来到前面，脚稍微踮起来，看向前方，肚子收紧。好，吐气，脚跟踩下来，膝盖弯曲，手掌推稳，肚子黏着你的大腿，手要推好，让你的背、手肘都伸直。柔软度很好的阿公阿婆，来吸气，膝盖伸直，让你的背完全拉长，屁股再向后推，手要记得抓稳椅子哦，大手臂放下来。很好，层层的就吸，慢慢的头吸。好，膝盖弯曲，头抬看向两手中间，慢慢的把重心往前挪到手掌上方，屁股稍微夹紧，背拉长。很好。最后一个，膝盖弯曲，重心踩回脚跟，手拉长，背拉长，肚子贴稳大腿。最后一次，上手臂往外旋，手肘伸直，屁股要往下坐，但是手抓稳椅子。层层的足气，慢慢的头气。头抬看向两手中间，脚往前踩，双手叉腰站起来，坐在轻后，休息一下。好嘞，接下来继续练习，请大家准备2个瑜伽砖。接下来的动作我们会趴着，如果你觉得趴太久，你有不舒服，肚子压着不舒服，胸口呼吸不舒服，我们就是马上离开那个动作，坐起来，来到金刚跪姿，这一个动作就没有问题。不要强迫自己做完，因为它是趴着的动作，会稍微压到我们的胸口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让瑜伽砖平放在这个最矮的地方。然后砖呢，我们放在2个手的下面，我们的胸口会趴下来，所以双手放在瑜伽砖上，一只脚往后，另外一只脚往后躺，趴下来，肚子朝下。瑜伽砖会在胸口的2侧，手掌往后，2只手平平的压在瑜伽砖上。你的手如果放不到这边来的话，可以往前一点，没有关系，这边肩膀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可以的，阿公阿婆手可以尝试来到胸口的2侧。哎呦嘛，做对咯。好，手压好之后，2个脚趾点在地板上，脚不用并起来，稍微分开。吸一口气，肩膀向上靠近耳朵之后，往后夹着你的肩胛骨，额头轻轻的碰到地板，肩胛骨夹紧之后，把你的肚子屁股收回到地板上，夹屁股的感觉，双手压稳，吸气，额头抬起来，视线看向你的瑜伽垫的前侧，肩膀没有收进来，肩膀持续往后夹，手指要压稳地板，手肘夹起来，吐气放松，很好，加油！这一次把你的手稍微往后面走一点点，让瑜伽砖稍微往后挪一点点。再一次，肩膀往后旋，夹紧肩胛骨，吸气，额头先离开，背夹紧，手推好，头抬，下巴看向前方。视线保持在瑜伽垫的边缘，手肘记得要夹紧哦，不要憋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放松下来，加油，抽得轻后，最后一次，吸气，肩膀往后夹紧，
脚用力伸直，膝盖伸直，手要压稳在地板上。吸气，肩膀夹紧，往上提高，让你的胸口离开地板，头抬，看向瑜伽垫的边缘，下巴可以稍微向前，肩膀再往后。层层的足气，慢慢的头气，手指头记得要压稳哦，不可以只有手掌根，手指压稳，手肘夹紧，背会紧紧的。最后一次，层层的足气，慢慢的头气，抽得轻后。好，我们把瑜伽砖往前面放。这一次，我们手直接撑到地板上，手完全的压稳在地板上，肩膀一样往后旋开来，做一样的事情，肩膀往上、往后夹紧，屁股稍微收进来，耻骨要完全在地板上，你的骨盆完全的贴平在地板。吸气，手肘夹紧，肩膀向后旋，胸口提起来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肩膀往下沉，加油，手要压稳，背要夹紧哦。吐气，很好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两只手往前延伸，左边的手来到右边的肩膀，右边的手来到左边的肩膀，头转向左侧。在鳄鱼式休息，两只脚脚趾往外转开来，大腿内侧贴向地板，脚要分开。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头转正，手回到胸口的两侧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婴儿式，要拉长我们的下背。刚刚我们的上背出力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做婴儿式，拉长我们的上背。好，双手推，脚点地，膝盖跪好，吸一口气，推起来，往后坐下来，坐在你的脚跟上。好，如果你超出瑜伽垫的同学，请你往前走一点点，屁股坐下来，两只手往前走到最远，屁股要先坐到你的脚跟，手来到两侧，抓住瑜伽垫，要抓稳哦，不然手待会会往前滑。手要抓稳，手腕的地方压向地板，像往前扯垫子，往前往外，把你的背拉长。一定要抓紧瑜伽垫，好，大手臂往外放下来，背拉长，深深的吸气，屁股持续坐在脚跟上，手往两侧分开，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脚趾踮起来，脚点在地板上，肚子持续的粘在你的大腿上方。吸一口气，膝盖要离开地板，屁股会有一点点抬高，进入一半的下犬式。屁股抬高，膝盖离地，视线看向两手之间，耳朵保持在手臂两侧，屁股可以抬高，抬高没有问题。上背保持拉长就好。如果你拱高的话，记得肚子要贴回到大腿，上背部就会拉长了。腿很酸，我知道，加油，忍耐一下。最后一个吸气，屁股再放低一点点，让力量从手腕的地方往上送高。吐气，膝盖跪下来，抽得轻后，休息一下，额头放到地板，手持续的拉长，屁股坐下来，坐到脚跟，
肩膀放松，手持续抓稳在瑜伽垫的两侧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你待会再做一次，吸气头抬，看向两手中间，脚趾头点地，脚跟会提高是没有问题的，肚子贴到你的大腿上方。吸气，膝盖离开地板，手的掌根、手腕，请你推稳地板。吸气，膝盖离开，耳朵保持在两手之间，视线可以看向你的脚趾或者是地板的方向就很好。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记得大手臂向外旋，背往左右两边分开，手用力的推上来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膝盖跪下来，脚背放平，两只手撑回来，来到膝盖的上方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头的轻后，最后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鱼式。躺下来，我们会需要瑜伽砖的帮忙。一个砖待会会放在我们后脑勺的位置，另外一个砖待会会放在我们肩胛骨的位置。好，第一次躺下来的时候会需要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首先放在你这一颗瑜伽砖上方，手撑稳在地板上，屁股往前挪一点点，往后躺下来，躺到你的肩胛骨的地方，调整一下，看有没有躺到。躺到了之后，上半身慢慢的放下来，头你可以选择直接往后躺，或者你要放瑜伽砖这个高度或者这个高度都很好，选择你脖子不会挤压到的地方就是最好的。在这边，膝盖可以选择弯曲，或者脚踢出去，做你想要的，做你舒服的，就是最好的。两种都可以，肩膀向外，手掌心向天花板。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如果你肩胛骨那个瑜伽砖一直歪来歪去，让你躺不稳的话，可以起来重新调整，没有问题。调到自己稳定舒服的地方，我们才能做得久，才能做得安心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双手往上，来到后脑勺的地方，把头抬起来，下巴收，视线看向两腿之间，两只手撑在屁股的两侧，把自己慢慢撑起来。两只脚膝盖弯曲，轻松的散盘坐姿，双手放回到膝盖上方，手的轻后，看起来较好散咯。神蒙太甲。